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哈哈哈哈！白海禅老儿，你这是要往哪里逃啊？何方邪祟，在此装神弄鬼，还不快快现身！白毛老儿，休得猖狂！我乃龙渊方家，据灵手，方泽山师也。哼，螳臂当车，尔等鼠辈，不过是方家的一只护院犬，也想拦我？拦的就是你！哼！识趣的就滚开！白海禅，你休要占口舌之快。今日你落到我手上，就是龙渊方家的天元。快把交付黄泉图和九窍金丹交出来，我方泽山岂可饶你一命？是吗？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松鹤万寿拳，真是大言不惭！你这小儿，不过区区肉身，八重神勇境而已。白毛老儿看招，恶无长空！原来你已经是肉身十重神变境了，没想到吧？找死！肉身十重，五马不能分其尸。就凭你的鹤腿，也想扭断我的筋骨，还差着远呢！儿啊，要记住了，宁做乞丐，不为人。我方寒对龙渊河发誓，定要出人头地。无知小儿，死在我的乌纱轮下，也算是你的福气。白海禅，你是欺我方家无人吗？方清雪，法力。方清雪，你竟然已经踏入神通秘境！二叔，剩下的事都交给我吧。是大小姐。白海禅，既然你已经知晓我踏入神通秘境，为何还做此无谓之举？方清雪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你虽已达肉身10级，但想要突破神通，那是比登天还难。神通秘境，一步踏入，就是天人之隔。哼！既然你如此妄自尊大，今日就让你尝尝苦头。你，老子跟你拼了！你。
分掌！紫电阴雷刀。 原来这交付黄泉图真的不能沾染法力，得了我的法力驱动，它就觉醒出一丝力量来。不愧是一件蕴含着极大神秘的上古奇珍。这是……这怎么有个人啊？哇，这么深的伤口，这得赶紧报官呀！不行，一报官，我偷跑出来练功的事情就会败露。唉，人已至死，还是入土为安吧。哇，好香啊！只是闻一闻就如此神清气爽，这不会是一枚丹药吧？我记得方家子弟练武之时也会服用一些丹药，增进修为，固体培元。如果我吞下它，会不会也能快速提高呢？哎，算了，拿尸体上的东西实在有损阴德，还是还给他吧。这是胡说！我乃群星门白海禅师也。方才被那阴人方清雪所害，本已气绝身亡，却因你打开那九窍金丹药力所致，才得以还阳片刻。前辈，你刚才说你死了，我白海禅怎么会就这么死了呢？看你这身装束和这链里的脚印，想必定是方家范进偷学武功的奴才了。不过看脚印，你这松鹤万寿拳还差得远呢。看你这背后的鞭伤，想必在方家也受了不少虐待。俗话说，一朝为奴，便永无出头之日。今日便是你我的缘分，不如拜我为师，我授你九窍金丹和交付黄泉图，
还有我们群星门的独门功法，你日后功夫必会突飞猛进，出人头地，还有望踏入神通秘境。你修成之后，只需要杀了方清雪那个恶妇，为我报仇即可。在方家，我还不如牲口地位高，管家又百般刁难欺压于我。方清微本就骄横跋扈，现在又多个方清雪，何故要为他方家卖命一辈子？你没气概，不为人奴。今天就是我方寒重生之日。不愿意吗？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徒儿，快起身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群星门的弟子了。群星门乃是和羽化门并肩的仙道师门，为师也是门下弟子。这次为师在黄泉山偶得9窍金丹和蛟伏黄泉图，本来是要带回去献给门派长老，我便升为真传弟子。可现在，现在我将此2件宝物赠予你，你好好修炼。师父，你这是……为师的时间不多了，让为师赠你服下9窍金丹。9窍金丹的唯一使用方法就是刺开心脏，嵌入金丹，借助心脏循环之穴不断冲刷，药力才会流遍全身，发毛稀碎，脱胎换骨。到时候你修炼任何武功都是1日千里。幸亏你没有吞服此丹，如若吞服，必死无疑。为师生机已断，金丹已无力回天，你要替为师好好的活下去。想不到刚刚拜了师，就要送师父上路。为师肉身实宠，死后尸身不腐，待你修成正果，再来见我。为师教你的7星拳心法，你要牢记。平时多观星象，以参悟其中奥妙。这蛟伏黄泉图，则蕴含着改天换地的极大奥秘，为师也未能参透。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徒儿定要帮我杀了方清雪那个恶妇，切不可让她夺了你的宝贝。世事险恶，万事小心呐。师父在上，徒儿定当完成遗愿，救您重生。参天斗，心连珠法。
方家的脸。一星灭妖魔，二星斗玄机，三星炼纯阳，四星参天斗，五星连珠法。哎，这傻小子一天到晚闷头闷脑，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安心喂你的马去吧。别给我挠了！鹤爪硬杀，冰鹤守眉，仙鹤斗灵，鹤舞长空，松鹤延年。六星混茫茫，七星动乾坤，肉身境第5重神力，武者进一步修炼，拥有千斤神力，力如奔马，群星争霸。这9窍金丹果然神奇，想不到短短1个月，我就练到了肉身5重神力境。哎，吃草料了，多多吃点吧。千里雪，你也多吃点吧，这都是最好的草料，还有我省下的口粮。过几天你就要上路了，雨华山路途遥远，以后我就照顾不了你了。哎，二小姐已经出发了，过几天我们也要出发了。嘿嘿，弄不好我也能混个仙官啊、仙道啊什么的玩一玩。就你还混个仙道，本分点吧。唉，方家都是些仗势之人，你说是不是？雨华山我是去不了。这么多年，突然把你交于他人之手，我还真是不是。谁在那儿？干什么呢？多吃点。来人啊！偷马贼！又偷马贼！是我。什么？敢偷我们的马？偷马贼！是我，方寒。过2天咱们就要陪大小姐一同上山了，这些大牲口什么的一定要检查好，不能出半点差池。到时候如果出了问题，我就唯你是问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方总管，我一定办好。方寒，好啊！不让你去雨华山，你就来偷马！兄弟们，给我打！不是这样的，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偷马！别打了！偷要脸你！不是来偷马的。自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无可忍！什么声音？你们平日里是不是欺负人欺负习惯了？真以为我方寒好欺负是吗？总管来了，好像是那个方寒。方寒，好啊！你个狗奴才，不让你去仙山，你就来偷马，偷马不成还打人。幸好我来清点马匹，不然还让你得逞了。给我打！好嘞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上！给我打！住手！来！上！大小姐，禀大小姐，退下这个。奴才他，遵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方清雪，神通秘境之人，果然仙运脱俗。可他为什么这样盯着我？难道他看出我9窍金丹之事？你刚才那招是偷学了很久吧？
你在偷学我们方家的武功。大小姐饶命，我是偶然看到才练的，实在忍不住，请大小姐恕罪。这倒无妨，起来回话。不过我倒是想知道，你一个奴才是如何练到神力境的？我方家内院子弟都鲜有人练到这一种。还好师父早有交代。回大小姐，我在5年前到龙源河里洗马，突然一条长角的大蛇被雷电劈中，从河面翻滚出来，把我吓坏了。我试探地走过去，见大蛇已死，就捞起来煮着吃了。说来也奇怪，那条蛇的蛇胆红彤彤，硬得跟石头一样。我煮了1下午才把它煮化。从那之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好，于是就动了习武的心思。是我罪该万死。独角蝰蛇，内胆可固本培元，乃是一种天生灵药，服食之后力大无穷。你说5年前，这么说你已经偷偷练了5年了，但5年居然能够练到神力境，也实属不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方寒。方寒。不过一枚独角蝰蛇的内胆，你就升到了神力境。我方家众多子弟都没有你这样好的仙缘，看来是天命如此。过几天你就随我去羽化仙山吧。什么？谢大小姐，谢大小姐。走了什么狗屎运？羽化山，我也去捡一个。这就成了。还没钱上。师父，我可以上羽化山了。难道这就是你让我去弑杀的那个女人？那是什么？仙山弟子，待人却如此霸道。哎呦！快扶我起来！不好！秦明雪，秦明雪！小小凡人来到仙山还横冲直撞，不要命了！秦明雪！秦明雪！欺人太甚！你们这群凡人因何擅入我羽化门仙山啊？那你们这些人为何无故伤我马儿性命？哼！住手！是大小姐。金师兄
就是这样教你们迎客的吗？原来是新晋升的真传弟子方师姐，我们正是来迎接你的。不过，刚才你带来的家奴擅自横冲直撞，破坏了仙山的规矩。是啊，方师姐，金师兄特地交代我们，让我们来迎接你的时候，把规矩交给您带来的奴仆。毕竟凡人来到仙山，要十分注意，不要触犯了什么禁忌。哼，一口一个凡人，真让人听着不舒服。我的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教训了？看来金师兄对我晋升为真传弟子很是不满啊。既然方师姐不愿意我们迎宾，那方师姐就自己带人上山去吧。啊？慢着！嗯？你们就想这样一走了之？怎么，方师姐还要让我们给赔偿不成？只不过是些凡人凡马而已。切！不管是凡人还是凡马，都是我方清雪之物。你们杀了，就是挑战我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拿命来填吧。好可怕的气势！大小姐真厉害啊！方清雪，你竟敢肆意杀人，你不怕门规吗？金师兄那里你怎么交代？天行长老那里你又怎么交代？真传弟子乃是掌教亲弟，拥有生杀大权。你们冒犯我的威严，我若不杀你们，真传弟子威严何在？要怪就怪你们的金师兄，把你们送出来让我立威。下辈子投胎，眼光放亮一点吧。师傅，方清雪就是为了那个奴才，杀了我们4个人啊！师傅，哼，方师妹有事好商量，为什么下杀手？金石台，我方清雪要杀人，你的闭焰七修芒挡得住吗？睥睨天地，万物如草芥。白海辰师傅，只怕大小姐不是这么好杀的。你若是对我不满，羽化山天行台上，我随时等候。天行台，那是真传弟子决一生死的地方。方清雪，你不要太猖狂。金石台，虽然你也是真传弟子，但你的修为不过是神通2重修真境而已。你，此事我会向天行长老汇报。
这方清雪简直目中无人，我就不信还没人治得了你了。这就是神仙太美了。鼠辈饶我雅兴，我就不亲自带你们去紫巅峰了。方烈，奴才在。我要去闭关清修，就由你打理紫巅峰的上下事务了。如若再有人阻挠，报我姓名。奴才遵命。方寒。大小姐，你舍身护马，精神可嘉。我封你做灵兽官，前往灵兽棚豢养仙鹤。这是灵兽牌，可以驱使仙鹤。谢大小姐。好了，规矩已定，你们各自去办吧。恭送大小姐，恭送大小姐。这牌子竟然可以驱使仙鹤，说不定还能尝试一下骑鹤上天的滋味，不错啊。算了，就算掌握也不是我本身的力量，修行关键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。速度，再强大的力量却碰不到对方，也就失去了意义。我要尝试突破自己的速度极限。肉身境从第6重开始，气息中的气，内壮中的内，神勇中的勇，通灵中的灵，神变中的变，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。量变产生质变，本想提升自己的速度，没想到
隐隐感受到突破的迹象。不过，这是身体素质的改变，还远远不够。淘气，大浪淘沙，把一口废气淘尽，换来新气。成了！气息，肉身境第6重。这就是肉身第6重，气息境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几日不见，你竟然已经突破气息境，你的天资确实很好。多亏大小姐栽培。走了。看来让你豢养灵兽是屈才了。就为我方家再添一名外门弟子吧。这，你不愿意？以我的身份，何德何能？你能独自修炼到肉身6重气息境，就是有德有能。这个世界，不看身份，只看实力。羽化门每年能让大黎、大德、大旭3大王朝前来进贡。靠的不是仙道信仰，而是实力。你既是我方家的人，有实力自然可以得到相应的地位。记住，唯有实力才是永恒。谢大小姐。师父，你真是给徒弟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啊！贺仙子，飞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哎，知道啦。哎，青薇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哎呀，姐姐，早就想来了，这不都是外门考核给耽搁了吗？哎呀，烦死了！大小姐，方寒，大小姐，我……大胆奴才，还有没有点规矩？这里也是你能随便闯入的地方吗？一口一个奴才，如今你我同为万门弟子，我方寒哪里比你低了？你这奴才，在方家时就不老实。不仅纨绔失职，如今更是随便闯入主人殿内，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把外门弟子考核的名额给这个没用的奴才啊？大小姐，方寒不辱使命，不凭武器，单靠肉身就将那神秘傀儡击退，顺利通过了考核，取得了外门弟子的资格。你这奴才是在取笑我等用武器之人吗？好生大胆！亏得姐姐对下人宽容，要是换了我，定要让你再尝尝我鞭子的厉害。这次定会把你打得服服帖帖。又是奴才，青薇，一个下人而已，何必与他争得面红耳赤？下人而已，大小姐。也是，你再有本事，终究是我方家的一个下人。我们姐妹不屑与你一般见识，赶紧走吧。姐姐，你先跟我来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个神力傀儡可厉害了，幸亏你妹妹我天赋异禀，手段层出不穷。大小姐，在下还有一事禀告。方寒，他日再言，先退下吧。是，遵命。姐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
你是不知道，这次外门考核啊，你是不在现场，我3下5除2就把他给打倒了。外门弟子就不可以住在紫巅峰，我就要搬到卧仙院去住。我是想说，大小姐，你要多保重我。瀚海恐危，速往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方寒马上要去瀚海沙漠完成门派历练，特来辞行。肉身8重神勇。大小姐，狗奴才！你若真细心照料，怎么连千里雪身上的一根杂毛都注意不到？这不是千里雪身上的。哼，还敢嘴硬，连个马都养不好，方家养你还有什么用？嘿，嘿，狗奴才，抽死你！我好像没气儿了。去，拉远点扔了，晦气！我还没死，这是哪儿？什么东西？蛇！精神术，不对，这是幻境，有人在试探我。元辰精神术，不好，幻境的影响又加重了。这并非幻境，那就是你说的独角蝰蛇。取出它的内胆。吃了它。不对，师傅说过，独角蝰蛇体型并不巨大，而极其阴险，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它绝不会贸然出击。你才是真正的独角蝰蛇。是贺仙子教你的元辰精神术，但仅凭蝰蛇内胆就能快速提升到8重，也算是天赋异禀。大小姐，我罢了。修仙之人都会有些自己的秘密，我也不再追究了。谢大小姐。方寒，此去瀚海沙漠凶险难测，不可孤身犯险。遇事多思量，别白白损了性命。大小姐，你也保重。何来鼠辈？宋文紫巅峰方清雪脱俗出尘，今日一见，不过是个刁蛮村妇。我乃是天狼小真人方若琳。哎，哼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魔门败了，拿命来吧！
哪里逃？啊！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说。大小姐，大小姐。哦，哎，你看那个跟他缠斗的红衣怪人，那不就是长老说的那个天狼小真人王墨林吗？原来这个妖孽被方师姐给拦住了。我说眼熟，你刚才那一缕就是……我在雨华山外曾遭遇过这种黑烟，幸好我身上有宝物护体，才侥幸收了他一搏。没想到七煞皆出，竟如此厉害，可攻可守，进退有度。诸事记里记载，七煞葫芦乃至尊腰藤上采摘下来的，是同天机之阳所一样的宝器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是至阳之物，一个是至阴之物。葫芦里的天狼七煞烟更是非同小可。哎，素闻你家大小姐年轻才俊，两柄幻化紫电阴雷刀虎虎生风。这次不知道你家大小姐是否能为山门再得一筹？这，方清雪，我不入锋芒，就是为了诱你上钩。你不过神通4重，恰好能被我七煞葫芦所克。你这个聪明人，我不说你也应该能感觉到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不要再挣扎了！方寒，你干什么？这是高手对决，刚才红粉太子只不过是个巧合，跟这个可不一样。哎呀，你现在过去就是送死！你放心，我有宝物护体，那烟只会被我身上宝物收了。现在可是七煞全出，威力非同小可，万一射不中，你就死了。我自有分寸。你快去躲起来，我不能让大小姐见死不救。王墨林，你休要猖狂！天狼七煞烟的真正实力。天狼七煞神回杀！
太胡闹了，这可是高手对决，根本就不是你我。红爷，这样。大小姐，不要去！放心，我有血绵魔衣。方寒，方寒，你身势太弱，接不住这股狼烟。血绵魔衣，杀！你功力不够，根本发挥不出法医的完全效应，我们都会死的。玩够了吧？老子送你归天！糟了！披星惊气，天雷引线，风云动，神雷轰鸣，意气盛，水雷翻波，华石引，龙雷大作，天罡冲，射令雷舞音盛，霹雳纵横，山石落，天地赤下，奉行令，神威一发，斩神魔，雷帝真君，急急如律令，破！他竟然突破了神通五重天人境！方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红爷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哎呀，你什么你啊？我没事儿啦。你看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？刚才担心死我了，你以后不能这么冲动，太危险了。知道啦，快看，你们家大小姐突破天人境了。天人紫电，阴雷闪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通五重天人境？五重天人境，果然厉害！这个天狼小真人王墨林死定了！红爷，你快来看！唐清雪，你给我等着！红爷，红爷，红爷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骗我？因为我说过要保护你的。男子汉不成活。红爷，你这个傻货！大小姐，你能救他吗？红衣生机已断，我也无力回天。方寒，你当我钻进来
我确实是你唯一人，我知你心有所属，如今我将去矣，不能再保护你了。你叫我红衣郡主就好了，你干嘛呢？这么紧张？遇到你之前，我身边皆是像方烈那样的势力小人，学会偷袭了。同辈间还得等郡主多只见过尔虞我诈，你家大小姐人间险恶。直到遇到你，红衣郡主，不论身份，与我同辈相交，推心置腹，让我方寒知道人间不光有恶，还有如你这样对我好的人。你要控制剑，不要让剑束缚。而如今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为了保护我，遭遇魔道毒手，却无能为力。惦念之人，远如隔天；念我之人，伸手之间。可这近在咫尺的距离，我却不曾向他伸出手去。红叶，轮回之喜，必不能洗去对你的记挂。若有来生，我必会护你周全。方寒，你二人舍身救我，助我突破天人境，才显生那王墨离。此一举，我已记下。我在此免除你的家奴身份，待历练结束后，再让家父收你做义子。从此，你便是我方家之人，你父亲的牌位也可入我方家祠堂。你这一系血脉，都将不再是奴仆之身。至此，我终于摆脱了奴仆身份，成为和你平起平坐之人。只是这愿望，却是踏着红衣的尸体实现的。以后你便随我一同修炼吧。谢大小姐。